大家好，等記姑娘陪住大家一齊做放鬆呼吸練習。我哋先坐喺座椅上邊，雙腳踏喺地板，放鬆，腰自然挺直，眼睛閉上。我哋先放鬆身體，頭頂放鬆，額頭放鬆，眉心放鬆，面部肌肉放鬆，頭放鬆，頸放鬆，膊頭放鬆，手臂放鬆，手指放鬆，心口放鬆，背脊放鬆，腰放鬆，小腹放鬆。做得好好，我哋繼續，大髀放鬆，膝頭放鬆，小腿放鬆，腳掌放鬆，腳趾放鬆，整個身體放鬆落嚟。現在感受下雙腳踏喺地板上嗰份腳踏實地嘅感覺，再感受下身體嘅重量慢慢沉降落椅子上面，被椅子承托住嗰份安全安穩嘅感覺。跟住落嚟，我哋做3下深呼吸，慢慢吸氣，吸深啲，深啲，慢慢呼氣，呼長啲，長啲，呼盡佢，再慢慢吸氣，吸深啲，深啲，再慢慢呼氣，呼長啲，長啲，呼盡佢，再慢慢吸氣，吸深啲，深啲，再慢慢呼氣，呼長啲，長啲，呼盡佢。做得好好啊！我哋而家慢慢將雙手放喺胸口，感受下此時此刻內在嘅感覺，感受下此時此刻內在嘅平安同埋寧靜。祝福大家此時此刻
有個美好嘅開始。